放薯宽，后生太上工，有吧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係廚師總阿總顧，又到嚟你老後生人大最久嘅時節咧。大家有想過要結婚冇？結婚唔單止係兩三人嘅事情，還係兩個家庭嘅事情。根據2016年嘅調查，有千多個台灣民眾認為講結婚天將係人生一定要做嘅事情，按呢將做嚟本自己人生係那完整。基本呢，我哋邀請到6個後生人，老大家共下嚟討論一下結婚對你有衝擊冇？送上嚟歡迎。首先，老太嘅小姐都係質疑。大家好，我係希望有美滿小家庭嘅阿子怡。美滿嘅小家庭，哦，馬街很多美滿，等下來討論一下。天生老太嘅小姐都係李家。大家好，我係希望結婚了後，做得帶到太正嘅撇種嘅李家哥哥。偏熟哦，貴婦，冇好冇，我超希望按樣嘅。好咧，應該夢後等下仲做得繼續播，你下條搶起來好冇？冇會搶起來。分享一下好冇？拜託。第三張啦，小街都係回天啦。大家好，我係知道是結婚共治人生長會很好環境改回去呢。哦，媽媽啦，係。董老師，你來看一下，等下來看一下兩種嘅感覺，兩種嘅想法，喺你後生人當中，敢係正經係讀書嗬。第四張老太家小街係白協。大家好，大家聽清楚啦！我係結婚以後聽錯會做，我係半樣當好嘅老公嘅鍾白協。你們有沒有排隊？奇怪的。等下來看一下，用半天做半樣好嘅話科嘅鍾白協哦。第五張老太小街都係阿爺妹。大家好，我係結婚過後還係有當好嘅成分品質嘅阿爺妹。有，等下去做個開始來分享一下。然後嘅根本做個像無所地包係咩意思？你做鳳蟹嘅。對起陣咩？我係董事機嘅吼，董事機。也就是用在時節啦，也數掛喺時節講。我去玩有嘢，唔講係好心臟，係好心橋。好啦，最尾換小鳳嚟收機一下自家。大家好，談好，我係希望以後我家庭都得錯能兩種族嘅小鳳。足球隊哦。係啊。錯能兩種族，係準自家係主公主馬之操。對啊，看我係做嘅太亞西啊。哦。兩種係幾多啥？做得四國錯嘅嗰種。佢四國錯就四殺，就18殺。嚴重就也不可以23年。加一開始就講到2016年調查時就發現到台灣人60.2%嘅人就認為講人生天就愛結婚將有環境。其實回去呢算是多數呢，多數派人認為講，因為人生愛結婚。不過睇即個兩下網有結婚嘅人，有結過婚嘅人，嚟問一下，認為講結婚以前對那個結婚還有婚姻嘅想象係乜嘅阿子怡？從來頭擺係真認同其他嘅啦婚姻嘅想法，因為從來上來按電影下按大型嘅，古時嘅愛就當上嚟做非常大型、非常賢淑賢惠嘅老婆。古時愛頭擺上上嘅婚姻嘅想法，就係講愛做哋準備嘅偏東飯包，本愛嘅老公，嘅今日嘅上班以前愛就包好嘅隻偏東，還要包到醬嘅，拿到愛嘅老公面前講，老公，一係你根本你當做會食嘅飯包哦，上班要加油啊！冇兩年就難嘞，做冇兩年就難嘞啦。就大數比方說，你全部佢嘅生活起居做到非常的嫻熟，就是沒有人可以嫌棄嘅老婆。唔講從來亞下生下來就想，那喺某些年以前啊，我就想去做自家好做嘅事情，好做嘅條路。係，啊，談起來種日本劇看挺多嘅。啊，係咪嘅戲劇看挺多？你都看那條《月薪嬌妻》係冇？已經看挺多。好咧，你會掉下去我就實在尷尬傻眼，唔記得係用翻嚟情況啊！我看嘅阿子怡係那個日本戲劇看挺多，幾理解咧？我嘅戲劇行卡完整，好冇？大家嚟想想看呐！我嘅想象呢，就係做得帶一件動態有醬嘅撇種，底部都有一個歐美裝潢嘅屋嘅。韓國吉他，動態，韓國有3層，按有3層嘅動過。3層有喎。你做嘅偏嘅透天嘅啦，係。
嘅撇狀吼，韓國嘅風景哎呦哎呦海，特別下班嘅時間，都睇到嘅海嘅上映嘅啲用啥嘅結婚了後啊，下班了後就得哎呦食一筆。看他吃一筆在看海啊，是風景啊，然後來分享一下今天的事情啊，哇，幾幸福。啊，看到嘅一條綠山啦，係嘛？哇，你做對了。跟你就買個潛水灣嘅片啊，就變海沙屋啊。對啦，我先看海哦。聽實字咧，剛剛睇到講，你只聽實字咧啊。哎呦，你看這某某係唱緊偶像劇咧，係嘛？呢啲咪係偶像劇嗎？到現實嘅生活當中唔會發生嘅事情上，按到偶像。講嘅就發生，會發生。你薄片啊！我愛問白劇，我試到乜嘅很多事。我嘅夢想，你嘅夢想係乜嘅？嘿，我嘅夢想係講，你看梁生英要強壯嘅目標，還有梁生英帶到嗬細細嘅屋嘅細嘅屋嘅。中嘅太太嘅夢，中的，喊到叫，哎呦，你到哪一道啊？你上片衰啊！你挺可愛。哎呦，這樣不浪漫。如果你讓他帶個就沒青色啊。現在的蠻小的，有細細嘅屋嘅哎呦，還有梁生英哦，你看，就一隻嘅狗啊，就一個聲啊，還有發到差唔多70歲80歲嘅時間，梁生英吼湊到嘅那個。前面的那個陽台，哦，看到跟日頭落山，從應該下講日頭落山哦，兩個人一起細數哦，過去幾十年那種漫漫敷衍。用同一個眼影喎。一張模式字嚟，乜嘅有唔講嚟啦，唔講好嘅。有影我看過啦，有哦。唔好日日同一個同眼望點啊？帶到嘅細細黑黑嘅 keep 嘅糊糊。演頭景嘅。係要一個人做啲獻給老闆係最幸福嘅事情。我老人講，我只有零三係按用去，古時候嘅兩公婆啊，嘅老婆就先離開咧，嘅剩下記住嘅有去，哎呦，大家咧可能講，係點啊？中白劇咪梗係講嘅，梗用畫面，都唔像喺呢條白唱嘅記拗嗰種嘅條歌呢個嘅畫面嘛。不過講到現場一塊時候要講到當時字嘅背景啊，一路以來嚇就當時字，你認為講一下要結過婚嘛？條白肯係寫啊冇？講到地下唔係寫，我張嘴，羅阿姨，祝生以後後共吧。懂以前。寫啊冇嘅背景，唔知道結婚對你來講係有乜嘅想象？條白肯係寫阿妹嘅，是這個期待是係。你係睇阿妹，係咧係睇阿妹。對另外一半嘅期待好多，比如講我會希望是另外一半去做事情好主動啊，還好勤勞啊，還好善忘愛人，還最重要嘅是會愛照顧愛。係。古總你遲到家下在山上運動係不忙，不忙，不太忙。你冇看過日頭落山？我始終日頭落山，梗係最不切時機。佢帶你開船嗰啲，開船空用。咩錯過嘅有意淡薄，冇錯過。講嘅是，我始終都係不切時機。你設計啊嘛，設計就係多路誒，帶開船嘅叫夫茶來唔得，哦，一講嘅跳唔使乜嘢唔來，拜。有冇設置嚟啊？古總你遲到講做一個老公啊，要係做好開幸福開經驗。嘅做半樣係開顯係掉字。佢愛自維持到愛自家對愛自家嘅期待係講，老婆卡照顧好。其實到至於頭先講嘅一啲啲上場，就婆卡都照顧好啊，大人啊、成人啊，大家都請快樂、安平安安嘅就好啦。你咪當學做片東係冇？用電腦包嘅水餃啦，包水餃，阿爺妹啊？愛人同飛禽，愛人同飛禽啊，因為吼。個先生當然要好好照顧婦娘啊，好好照顧婦娘，依係基本嘅。韓國吼，我希望係嗰種，我唔是煮飯，我先生就會煮飯俾我食嗰種。我同我做公主哦，唔係，我同我做的，唔過我煮飯俾我食，我唔是下廚咁樣。假使講有生意嘅話吼，成個煮。係才過誒，假使講要生人嘅嗬，兩三年兩公婆，真係唔知嘅談戀愛嘅感覺。哦，係啊，就兩三年很甜蜜嘅，係黏膩型啊，好黏膩型，冇一個生人咧。所以會升足球隊是你，不是小鳳。唔係啊，當然眼向下，但盲眼就強兩屆。你結婚後一年期係嘛？唔是指我，哦，我唔想我生年都霸佔到人哋成分，我要好嘅成分。睇嚟先夜當才過誒。
就會講出來好，你就即刻去睇。你順條夠晒。係同我先生喺感情同學，唔過重點來，我係知道平安空間兩三年，向下成法。就算同平凡冇相關，平安健康嘅就係重點。按樣一切都係好嘅。咁樣阿爺咪千種冇失咗嘅，咁用冇按平凡。係啊，因為我真件係設計嘅好心情。好，新夢好嘅，我想觀眾朋友們冇嘅時間咪當平凡咪一個假橋嗬。阿小鳳，你下結婚咪？頭擺你對嘅結婚有冇想象？講過嘅啊，我希望做啲從能量種族啊。咁我當年明年供一集。係啊，嗰是藝想，不過黃太太佢唔行啊。哦，就前篇研究嘛。我想研究。我已經想過，我想講，因為民族係聽黐線啲嘛，我想講啊，我叫安東，我想唔行啊，我當辛苦。不過生意你行較辛苦啊，故作我想多講幾解嘛。不過黃太太唔行啊，用個啥，我請出路啊，係嘛？故作我想一夫多妻，兩個。黃小鳳，你睇好多人喺上到馬嘅時代拜託嘅，你下一夫多妻係犯法咪拜託？唔係，嗰時人家愛想嘅嘛，家講嘅嘛。你四大人最主要我做嘅嘛，幹嘛？兩三年雕鼓，四大人南美人我知錯浪漫，錯嘛？這樣就同意嘅。四萬人一富人家我做嘛幹點嘛？你富人家最主要我就係製作嘅巧傑。製作兩三年咧回憶啊，長期按樣做了上副要巧傑嗎？你都冇做。哦，呀，做啲分量來做。你第一次做巧傑，你是條做地包嘅量。做唔係用兩路嘅。做多嘅量。沒啦，唔過有巧傑就一定有回憶，好唔好？你講。我知道轉去後黃小鳳哦，你係絕對冇半日本樣看嘅。好啦，就講兩三年我互相聽書啦，係啊，唔好上嗰條佢也看日本劇嘅啦，也看歐美劇嘅啦，而家有冇係設計嘅哦，設計派嘅哦。中途劇嘅啦，中途劇本當然唔識㗎，好冇擺到嚟嗬。佢喺8點檔嘅，因為佢都按每條戲是小鴨嘅啦。哎呦，係啦，而你按你真歡迎，按你真乜要巧傑啊？後生冇出罪呢？小鴨。天鵝不會是行冇係。眼全部帶轉來食咧。咩啊？這件係吃宵夜，黃太太今天動暴中呢。眼要俾見到我食油嘛？係嘛？我知道黃小鳳你係轉去後，真係有理說不清嘅嗬，你不殺過獎嗬，自家嘅看用版解釋，我冇法度聽書。那還真係喺食東西。係哈。嘅觀眾朋友咩想下，自家對你結婚有乜嘅想象？唔因為講，如果結婚人生真係完整嘅，係冇？聽下再來繼續來大家分享了。充係犧牲用嘅，大家。點點嘅人，唔係，點點嘅人。Drama girl，唔係用 drama girl。抓媽媽係嘛？通常咧，我做前面就產生一些咧 drama boy。我條牌現在標準較大啦，嗬。哎呦，上面嘅標準 level 動大。我係我嗰時就黃太太。不得不。嗰時係點樣？我不久。你唔係我冇過不久。歡迎大家到咗嚟後上台上個節目現場，假如一開始就講到台灣人，大約有60.2%嘅人因為個兩成人聽出去結婚，人生將要完整。其中西南人係75.6%，西門人係45.1%。看起來西門人要較少一些，應該係因為兩下時代嘅西門人太提就下自主，下有特別嘅心結。嘅阿爺冇唔知道人生去結婚將要完整嗎？我知道吼，人生完整唔完整，唔係婚姻來決定嘅。當然，因為尋到一個同適合嘅對象，來向下組家庭結婚，一當然係同好嘅情形，很好的狀態。咁有啲人就唔想結婚啊，就係不婚主義。唔過佢知道佢嘅想法覺得同安言辭財，咁咪同好。佢說完整唔完整，咩唔係偏認同決定嘅。係冇唔錯。不過會傾一開始就遲到兩成人，人啊兩成人一定要結婚，係冇？我遲到我結婚就會反正啦，因為你看我喺呢度結婚以前，然後結婚以後我做嘅事情其實完全冇空用，所以你要變成什麼角色其實冇空用。因為結婚了做嘅事情，我遲到比上應該直接都加動到，還有啲事情係你結婚以前從來是唔是度過嘅，所以你要學會做，係你唔打槍係愛學會聽，你還要做好。
所以我知道一份做得本人生好完整。不过既然你假设先去假设你聽出我結婚咧，到結婚之前，用扮去拖動人嘅 Mr. Right、Mr. or Woman 咧。我感覺其實講下會傾就講對，一定會相處，因為你可能談戀愛就一開始相處，就做得慢慢去了解對方。不過我感覺那係真係閃婚，因為從兩下簽到嘅閃婚族，我感覺就有點危險咧，因為兩三年相處嘅時間可能挺短咧，你真嘅唔知講對方人冇強嘅地方，故所後來成快快就會遇到簽到嘅問題。那係除咗結婚以前啊，做得同居啊，還係向下去旅行啊，就做得慢慢去看到對方嘅問題，就知講你做得嫁屬冇，還係你完全做唔得嫁屬，就冇辦法繼續行下去。再過來我感覺講，沒有一看講對方老家嘅原生家庭不可能相處嘅方式，因為就青島你就講看佢就係講看佢阿媽媽就係講佢未來係樣板型，故所以就做一看講佢阿媽媽係上到樣板型，還有佢阿媽媽嘅性格，還有佢老家嘅不可能講話嘅方式啊，還有相處嘅方式，因為我感覺13年從細到大啲冇卡太嘛，故所原生家庭係影響情態嘅。係冇錯，其實any家庭嘅影響當然真問題，冇 any 客法就冇講，頭冇愛看聰明愛，係冇。故所坦白假使實驗叫冇就看得到出來嘅。這就眼目。那個眼望，什麼叫我的啦，叫來啦，我咩想叫來的啦。好的冇叫冇，恭喜冇，那個世界破壞又受災。佢清真上冇點點，我就感覺怪怪。係有啲怪怪，係根本冇想到有。我想做一隻好嘅推表啦。佢本人來發表一下自己大意見，好不好？我出來講一下，我咩知道相處係輕鬆要嘅，好看性格。我來講，我了解自家，先了解自家，從我係怎樣嘅大家。點點嘅人，點點嘅人 ，drama girl，唔係用 drama girl，抓媽媽係嘛？通常咧，我就喺前面就產生一些咧 drama boy， 從我就係一隻懂我安全感嘅人，還有我係很有控制狂的天蠍座。故所我講我喺前面就黏膩型的。哎呦，膠水。我唔知如膠似漆，我知道 Nike 就會停。衝叫嘅啦，衝叫啊！因為我大半行到那點點都停電啦，一點來按用就過來咧。嘅按用眼咩係叫嘅？停電器，好，還有輕鬆要嘅什麼人一定要注意到，冇以前嘅種嗬，同人家一天叫我同吵到癢嘅種。吵到癢，本佢真件吵到癢誒，吵到大誒，佢喺同共感情就輸了。係，睇到喺同共睇拖嚟嘅，佢就簽歐巴，好，故所也係輕鬆要嘅。冇錯，咁個正經學有控制欲，啱啲睇自己就看得出來。對，一開始完全阿然冇之前，我就啲韓白家老公嘅嘢都正經冇好過嘅，生意咯，白夾咪冇人知道用扮戲，你看到2、3歲啊，比如講你家唔中意佢，你用扮演會講，佢係人嘅 Miss Right。其實我認為吼，冇嘛個人做咧很機哦，你可以試啦，冇嘛人做咧很機按到錯個人啦，因為哦結婚以前冇法度想到很多嘅事情啊，結婚以後為咗買問題，咩人結婚之前就咧想得到誒，所以我認為錯個人係當你結婚之前，假使你兩三都到嘛個問題哦，全做得到。可以繼續交往嘅前提之下，哈，積極解決問題，安樣嘅人長得很幾人按到錯嘅人。正向大師，其實白camp講得當好，本應該中上股。係啦，很有見解呢。其實咧係正經啊，因為講到2、3應該強下繼續下去，一定要強通來面對問題，面對佢處理佢，變下佢來去解決佢。假使講拄到2、3年，佢冇法度讓強下來解決問題，佢只會記錯問題。那你就不是自己讓自己找麻煩，係唔係？給小鳳咧，
你有吃到安尼嘅人吗？哦，我头摆哦，我头摆现在标准较大啦，吼。哎呦，说呀哈，你係講馬上面嘅標準 level 動大。我我基隆市然後王太太，不得不，基隆市係神勇的地方。我不囧。你他們講不久，佢迄連煮菜就唔曉得，連煎卵就唔曉得嘅人。哦，唔過佢味道嗌佢去學煮菜，因為嗌同好食，佢煮貴種做嘅菜哦。真愛呢！唔過我基隆市我做嘅較細啦，吼。哦。結果。佢曉得，佢唔曉得同時，佢揾味道嚟去學，或者也細冇嚟做得哦。就講佢唔肯做嘅，唔曉得咧，佢揾味道嚟去學。啊，係就講好啊，就拖進來。用乜雞就唔曉呢？用乜雞就係學高呢？係啊，不過我是覺得，安尼研究都係掉強下，絕對強下。願意味道你改變，你係味道學東西啦，係啊。那唔係啦，係啊。咁個講係下嘢式講，你認為呢？唔得，你下開始經歷婚姻咧，有相處嘅對象咧，假使有相處對象，跟我結婚之前，你認為講，你結婚之前有乜嘅準備咧？阿志，其實我真嘅唔啲，我用辦去準備，古時我就完全冇準備，因為我啲講。你用白去準備都唔拉準備嘅啦，對冇？大家懂我意思嗎？就到去甲大班都講就對咧。唔講我講過，細妹年輕創業嘅就係去甲愛賭錢，就算給那錢啊，冇一拿出來，咩去甲賭好，係去甲用。才講我講過細妹一定會充實自己啊，去甲味道去甲大病，還講我講過健康輕創業，因為我青島時候青島嘅細妹朋友啊，喺結婚過後早去檢查家己嘅身體，嘅子宮嘅問題，先到係後來上會講生嘢，早啲講啊，原來家子宮係有問題嘅，後來就非常嘅辛苦。係冇唔錯，其實呢對細妹嚟講，自家要當到已經成為強子，結果發現子宮啊，也係自家嘅其他部分又上到那個抗體有問題，也是唔好。其實細人因為要當到嘅問題，而且係檢查。我看眼講唔完啊，但冇了問題。啊，本身你哋下裡面唔係人嘅問題。而家佢馬上唔可能看到我講，根本就冇。升足球隊對不對？嗰時候你知道有些扮演聽聽啊，後背就。乜今日都聽聽，你見要識扮演咧，乜今日都識扮演聽聽。唔係本來我講嘅足球隊，後來有問題就扮電腦。韓國老王太太常常嘅一夫多妻制而用嘅大陸。唔好講你咧，幾無效，拜託。唔好講真件，即係身體嘅抗體當重要。對，係講你下準備好啫，下擺要上來準備就要有強子嘅可能性，因為兩個身體嘅抗體。做唔得咧，跟住就知道人生就當有遺憾，當有打傷嘅可能嘛。跟你講知道，你人生要結婚之前，我有乜準備？因為我知道有婚姻了後啊，就會少一些現在老吃油，就會有一些束縛感吧。故說我說婚姻前聽說就會做嘛，佢就給佢做，因為去那邊就嘿大玩特玩，冇唔錯也懂創業。故說我知道婚姻前呢，老一啲事情都做好來，按樣婚姻過後咩唔好，因為。講生意啊，也係顏色嘅關係。冇教導，冇，唔係顏色嘅關係，係我有點心情先調整好就好。你說，講到調整好，就會送動就會調整好心態。每機動講故講，以後冇辦法教嘅啦。以後失掉就要轉到複卡。係我是東江愛人，係嗰時候愛調整好心態啊，然後真愛準備好結婚，真係去結婚啊。咁個選聽阿姐做咗半年嘅建議啊，所以講，你心態用辦法調整咧。其實我頭先同子瑜講嘅，然後李家講嘅，然後我等下講嘅有一啲啲同樣。子瑜嗰陣好比較實際的講法是，什麼其實就是為自己多想一點，因為我其實都太部分原因，太自家想，係太部分原因，佢都該想事情、考慮事情嘅時節，其實還係站在男生的立場去思考，所以我其實都什麼自家老自家想好多的，韓國是係結婚以後先自家想清楚，因為做一張樣板應該原因。從這性上講，愛喊白愛做樣板型嘅不用樣板型嘅老公，係為了家庭而付出嘛。有王太太有講，佢講咩好？來吃到吼，細毛嘢，而且家有10塊錢。我講用嘅咯，安尼吼也不用再會較強。我吃到佢就會講，我出較多的細毛嘢要有10塊錢，要有10塊錢。安尼佢張曉得講。哦，佢張曉得講。故說佢意思就講，你平常在本期價多。唔係，佢意思講嫌我出向社會啦。哦，跟你喊埋低價意思嘛，賺錢嘅時就開始做。做就低嘅嘛，喊佢咪低。不過正經嚟問白嘅嘛，你知道，我結婚之前，細人我要問我準備。對我來講吼，
谁来吼？谁来因吼？你听我做这个，就像刚刚太树瓤啦，太树瓤嘅因啦，因为就一年啦，你都假使你系要不用嘅因哦，你就要有那种魄力功吼。哎，你想要出去走条路，你就出去。不过，假使你冇想要走条路，你是带豆腐卡不爱用。走条路嘅时节咯，因为做一个做睇不用吼，四处去炫耀，该好老讲。我先生很酷。哎呦，你穿红豆钱哎呦，你个冻好哟，化妆品买红豆，我讲做唔得，我讲做唔得，听我讲。豆腐客嘅时节咯，因为不用讲，哎呦，你係當好嘅老公，咪嘅屋客嘅事情全部去做。對呢成英來講嗬，因為當好嘅爸爸，到學校讀學校嘅師姐講，哦，我爸爸當好哦，佢做埋嘅跳路啊，哎呦，我真係覺得很驕傲。就是做這個。前面講唔錯啊，真健康偶像劇嘅人係。係啊，你講係錯。曾經看偶像劇嘅人其實白劇，不過白劇嘅相信佢嗬，佢兩下都為了這條道路。喊到什麼喊到達標，觀眾朋友咩想下，唔到結婚過後，人嘅婚姻用版型來經驗，有乜嘅空空叫叫，有乜嘅技巧要注意到咧？等下再來繼續來大家分享了。喺講唔到快別插頭，嗬，安尼做嗬，而且對老人服侍。真的，還要展現，不要太獨立。我曉得，安樣子就會知道。我被我的老婆需要啊，需要啊，都歐巴嘅風氣都表現出來。因為佢都很講，朋友講，好帥帥，好棒棒，好英俊，好瀟灑，好高高，好厲害。嘿，錯，朋友都會愛用。哎呦，我感受到咧，我每個敷衍你啊，我就會覺得好漂亮，好性感，好可愛，好胖胖。歡迎大家都轉來後上台上講嘅節目現場，加入大家老大家講過按到結婚嘅事情，大家都有談戀愛嘅經驗嘛？你係乜嘢冇談過戀愛？冇吧？都叫冇談嘅啦。叫阿嘅小鳳當叫冇談過。係啊，叫冇談戀愛。你喊埋作為老人嘅伴娘，繼續講一下，回到嘅10年前談戀愛嘅感覺。這是什麼臉？你係乜嘅面？你係乜嘅面？我都想想，我都想我用嚟做啦，係我都想。冇相愛嘅面。冇相愛嘅面啦。如果你就點咩？嘅談戀愛時嘅嚟男女朋友之間嘅感情嘅經驗，然後結婚過後夫妻之間嘅感情嘅經驗係冇共樣嘅。不過大家真正知道婚姻過後嘅經驗，用辦法去經驗嘅阿志。我講我結婚以前同喺以後都係需要經營嘅。我講有啲人有啲觀念就會講，哦，結婚過後就會得到一張保證卡嘅共用，就非常嘅男士去經營，像阿小鳳共用。故所呢，一樣嘅情況就會變成講阿小鳳少去食小鴨嘛，因為佢冇可以食點心啊，冇用心經營。故所呢，但係真嘅有些年嘅時間，要更加愛去用心去製造浪漫。因為那係有些年嘅時間呢，就會全部看人嘅重心，因為比如講10年神誕吼，就會冇有見講人為一盤。故所講，你有的是過年過節啊，重要的日子啊，要記得都要用心去製造浪漫。有啊，我特別媽祖上啊、北公上啊，就會去注意那個節日。買3升回去給他。冇禮貌咧。唔過我講到最重要講到大啦，係愛互相，無論係自己結婚過後，係講自己談戀愛嘅時，都會互相照顧。係冇唔錯，因為公婆之間就係相幫相挺嘛。嘅阿小鳳嘅真見懂反應講，你下咁要係要相幫相挺嘅情況。有啦，一感情係互相經營嘅家。係喺唔再起都冇啦，講法，佢都冇想看到啊。啊，走來啦！咩？因為細單人哦，有陣時會發生乜嘅錯誤啲嘛。我之前有一部嘅，我條路是看無限。古時我轉到福康，我就開嘅咩，我就難嘅咩，我就去頂咧，我碰頂我就嘈爭嘅。福康聲我咩唔想做，結果咧我本來就發現嘅。如果我甘願意穿較少啲嘅，福康聲我聽做。咁細單人冇吃到講，誒。反正結婚的有簽名嘅，有敦樹音嘅，保證卡。誒咩這唔睇咧，可能我寫印嚟係嘛？結果咧，按你做唔得。係有啲細嚟會用陣問題，就講有10年嘅時間，細嚟轉不開，就冇要見老婆，就時間啊細半年，嘅老婆就靠冇辦法。我說結婚以前我曉得講，係結婚以後我就曉得乖。哦。再睇條嘅。
拍真来，现在小汤圆喊过来，这块妈妈来。哎呦，你就都给大家嘅姜条、面条前在放散嘛，这么卡就开始唔会散嘅。对，最较甜的喂，安尼破卡洗法做较少的。哦，原来有那个注有目意啦。的嘅啦。較好。嘅阿飛傾渠道咧，你下對呢個婚姻嘅經驗，聽講特別很有一個動定嘅故事。即係我知道老子與講解孔融啦，所以兩三位相幫相挺，還有拄到事情我要一起承擔。我有一個同學其實係，佢老家老公都老朋友有一個共同嘅群組，還有一擺是係在那個群組裡面就。我同學子就講一件事情啊，結果家老公死，然後別人站在同一陣線上指指點點打他老婆，嘿，結果我同學回去就是修理老公啦，然後就抓來教育這樣子，因為一起都兩三年，根本也不管彼此好了啦，所以你只要做錯事情或者是乜嘢事情都可能經驗為共同承擔。還有基本給面子。係啊，係基本給面子啊，係啊。因為認為講兩沙公婆係起到窮挑雙紅嘅，因為大家係，現在就是反對我意思是這樣，你也不想活了。那我就把你推下船。你上年懂惡個兩樣做唔對，給阿爺冇人知道。我知道唔是講。入到婚姻制度，假使講兩三年交往，嗰個熱戀期嘅溫度吼，都社會講一時時咧啊！吼，用眼看人另外一半，像講你偶像強啊，我偶像哦，我的男朋友、我的老公好帥，我做着迷妹，也係動寵友誒，不是哦，看到。我喺線上要暗號咯，對我暗號，我應同你講暗自寫，還有嘅不要害羞，我愛唔愛時常講出來。你老公以後我人變到平常地方。還有青葱要嘅潛在啦，吼，男強嚇，不論乜嘅地方、乜嘅時間，就會展現出來。跟要想講順條嘅人嘅心情。你最腦看到是俾前面上，就去公園，係兩三啲嘅錢。我不會管旁人的。喺講唔到特別插頭嗬，按你做嗬，而且對老人服侍。真的，還要展現，不要太獨立。我唔曉得，按樣子就會知道。我被我的老婆需要，我需要一動寵友。看到阿爺咪就唱我即看埋個戲劇咁樣，因為按歐巴，佢白劇唔去到按樣先做得冇。其實寫來咯，寫妹妹有都有強龍啊，我咯阿爺妹嘅想法係完全強龍，係加一哦，因為我感覺啊，個感情係愛持續付出，我係幫對方感受到啊，像我吼，我的學姐你哋嘛啥？陶晶瑩啊，愛情大師，佢就是佢講過吼，其實婚姻吼就像個做戲強龍，因為對方嘅示弱，其實例如說，哎，我需要你嘅感覺，他就讓人愛意隨時嚟表現出來，用個當歐巴嘅方式嚟表現出來。因為佢都很講，朋友講，好帥帥，好棒棒，好英俊，好瀟灑，好高高，好厲害。嘿，錯，朋友都會愛用。哎呦，我感受到咧，我每回敷衍你啊，我就會覺得好漂亮、好性感、好可愛、好胖胖。喂，阿勇長有個正向回應啊，因為有段時間咯，你唔係唔愛記咧，只係時間長久咧，你唔記得該良心，你兩沙貪戀愛該良心嘅那種熱度嘅感覺，所以愛用讓戲嘅方式，用演技嘅方式來本兩沙來上戲來該良心，那對方互相嘅溫暖。古仔佢就會嫁嘅啊，因為喺當地就會偏車，你又哽咽。我其實白劇按種方法咪放心咪當嗬，因為有當時按你緊緊長久嘅時間，會加點按你身體嘅動作帶起我們的情緒，讓按你情緒帶起來。有當時因為加點那種動作嘅方式。緊張啊！我20歲用按樣嘅方式來維持基隆沙嘅感情哦。我媽媽打敗吼，躺到基隆沙嘅巔峰哦，我就聽到我媽媽會講：哦，爸爸，我報復你，爸爸，我愛你，爸爸，我糟蹋你。我唔係跟你講咧，你報復。你講出嚟，淨係冇按樣做啦。不過按樣嘅表現嘅方式，爸爸就會覺得男子氣概啊。完全認同。
生家庭嘅人會爸爸很用的拉的手啊，也可以像喜劇，像喜劇，剛剛看舞台劇，不過啱時到傷心豆腐看一些，還是需要一點這樣的情緒嘛。不過講到人哈，你下發又講到一容易學白容人，你接上談到即係婚姻嘅好嘅嘢咩？大家就談到當歐巴、當後生、當電影咁嘅婚姻故事冇？理解？有一擺談嘅媽媽嘅朋友吼，佢朋友當歐巴，因為歐巴咩？就係佢有嘢不用咧，不過隔年有一年過後又退嘅細價，有一年又退嘅細價，嗰時候總共有3個細價，佢哋嘅細價也不用。不過呢，嗰較重要嘅記得都鄉下帶嘅哦，因為可能係有錢人啊，嗰時候鄉下帶，不過太嚟以後將分開帶，但是每次都奇怪就係佢因為按樣就將有一個不用係有法律關係嘅，其他都會用朋友嘅角色，但是就因為按樣嘅關係，按樣鄉下慎重鄉下睇，係說很奇妙，竟然有這種事情。因為就係小鳳嘅夢想啊，好咩？係就用一間房，哈，隔棟到套房，一間帶一間。可能你是出租洋房。對啊。不過你講你因為談到那個故事，有想講跟愛冇結婚嘅。咩唔會按樣，因為那時候婚姻其實就真嘅自家嘅線。嗱，都係搬一間搬唔低啦。好咧，你有想過其他心情嘛？佢冇一種嘢細隻拜託。不過談講家下係咪最歐巴嘅故事？父親嘅故事啊，談到愛計馬屁碰碰戲呢？有乜戲啊？朋友嘅故事啦，咩愛嘅故事？我知道嘅故事只是一定人講。係啊，我有一個東人嘅好朋友，佢剛結婚嘅時間是係讓我剛用鄉下帶，係佢大場地嫁老公，然後剛用嘅感情當好，可是佢唔知道但係好多用萬應該相處，不好佢場地講答案不是而睡冇嘅時間，嫁老公然後嫁剛用都要聊天聊到睡着。都佢都係面蒼當。係，一開始係三年，鄉下睡一種面蒼，是嫁老公。還要記嘛，還要加剛用水凍昂，水凍昂，睡在中間哦。和當一時係一開始是係聊天，和保後是係直接就睡在中間。跟民眾係 king size 係冇？唔係3-3，咩大版咩標準尺寸。因為本來歷史係大家去他們去交下聊，還是都加封建，都加聊天，聊到嘅水母時間差唔多到啦，和加剛用是落來咧。是準備，意思講人哋好做咧，嚇，都有下人聽，一下冇咧，保後幾時凍3萬存錢，要趕快買房子搬出來。古時候你談到啲故事，要知道人生究竟係一容易，當電影講啊，梗係啱啱做可能做時離婚咧吧？係啊。不過真嘅啊，都到你想講人生，萬愛都係奇奇考考嘅事情，你們不用覺得這件事情這非常特別。不過愛真人敢講哈，就係婚前嘅溝通。婚前嘅相處係真正當重要，尤其係老幾嘅人生嘅家庭。你觀眾朋友咪想下，你當人生當中，你結婚過後，用萬興經營嘅事情，韓國有人講2-3人假使經歷4年過後，感情會行下好，你係真嘅冇？等下再來繼續來分享了。嘅妹嘢啊，就會發展到入爸爸講，爸爸係愛嘅，係愛談到我爆氣，我道歉，係。你去罰站。有一句話，我有 happy wife， 怎麼有 happy mother？ 故事就係按樣，因為我講我係就控制狂嘅媽媽啦。故事假使講我係要生嘢，而係個婚姻生活嘅品質係太優啊！歡迎大家都進嚟《後生太上講》嘅節目現場嗬，加入講到嘛，要先到因為講結婚過後要講生嘅。根據2009年嘅調查，要發現過4萬人家結婚過後，因為講目前初要講生嘅佔嚟46%。故所有千多人因為講，其實結婚過後咩目前初要講生嘅啊？跟菜場嘅後生人，你知道結婚過後一定要有生嘅冇？阿志。
我頭擺喺感覺講一天愛搖，不過兩下我感覺冇一天嘅，因為就想講應來應到你有聲音，我就感覺講其實雖然有聲音係出個混音當中嘅一個調劑，甜美嘅調劑，不過呢有聲音咩會造成一啲混音當中嘅緊張啊，還有咩會感覺講有對開，故所我感覺有好沒有壞，不過最重要嘅係愛看我未來嘅想法，還有我嘅做馬嘅條路啊，係適合有聲音冇啊，還有一啲經濟當中嘅問題，係做得學聲音冇學幾多咋，像可能記住做得學整個足球隊嘛，像係就冇辦法。不過最重要嘅係愛看過，我以後講會出來係講唔出來，故所也還沒講唔準。加阿自己安尼講，就是因為講講聲音冇聽錯係混音當中嘅調火機，去看你兩三人之間嘅共識係咪該有上愛講聲音，因為講聲音過後。一千多啊，沒有經濟上的負擔嘛，教育方面的負擔，你假使兩三年冇講聲，佢電到喊下慘，係唔係？佢你家你想愛講聲音冇？對，都想愛講聲音誒，因為我知道呢，一下就想愛講啦，因為我知道你都得看到你，然後你那個一般 mix 出來嘅聲音會相當用咧，就天就做得咧，天都冇準，佢真係冇準。誒，你家我知道你因為那個眼睛想愛講聲音，那個理由當堅強，當伊倆迄都有實驗精神，很有實驗精神。講好啊，因為冇啦，其實最重要嘅係愛看，係知道搞聲音嘅慎重，看其他係個成就感。但是係喺轉到過來講，其實經濟嘅問題同重要啦。然後一個原因後變做你嘅負擔，一本來係甜美嘅負擔變做一小啲嘅負擔咩唔好啊。故所係說係要想清出來，就做得安樣要太會幾彎嘅話，就做講聲音。係，即係變講那個甜美嘅負擔會變成你嘅兩三人之間關係嘅重擔嘅感覺。可是我還是覺得人家理由都奇怪。啊，我想愛看我老男朋友講他講出來聲音上都蠻該聽，我想試看看。一張係真正嘅回答，會不會都係冇啦，講官腔的啦。用其實家時間係對照組、聽音係實驗組哈。啊，你要用幾多仔？係啊，因為我有懂得嘅範例咩？啊，可是我覺得李佳應該會常常會失望啦。哪有？你好好講大話。用出來嘅聲音，他就在做那種像昆蟲圖鑑那樣。用嘅聲音都會度幸福嘅，真嘅。係啦，冇問題啊。咁個正經本人要強過聲音嘅回傾來講，咁遲到聲音強過後，正經係變做兩公婆之間嘅婚姻嘅挑火子嘛。我遲到係做的啦，因為我強過。因為有聲音嘅其實那個感覺是快樂、是幸福、是溫馨的。可是你都該我們講聲音之前，你是要想清楚，因為講聲音係一件大事情。你一定要想清楚，你要做好心理準備，你這樣做得講，冇該講出來就會變成失調劑。我們就會加速失調嘛，因為做人家應該像個小風料回傾。已經做好準備了嘛？對，做講之前一定要講哦，係啱行擺要做好自己要做好那個教育嘅資源嘛，給阿爺妹呢。你有知道就係講聲音嘛？我知道吼，講起講聲音啊，行較上兩年嘅時間啦。我就會記住吼，我老公愛我。愛動到，佢愛聲音咧，做唔得比我愛我還較多。像接上啲嘅名物看嘅樣片有冇？佢妹啊就會巴掌到夾爸爸講，爸爸係愛嘅，係愛，疼到我會爆氣，我會動氣，你去罰站。我就接住我老公，都得喺條下邊。不管。吼，聲音係調和劑，我知道，我就一直觀念，唱聲音冇來唱，我要做調和劑就乖乖調和，不要在那邊係冇唱我發掉出好。以後看下聲音就對，一般的聲音咧，吼，一世人真會行，好，以後我看下聲音咧，那係6、7個月就曉得行啊，就啲嘅，從小就罰站嘅。係有一句話，我有 happy wife， 怎我有 happy mother， 故事就係咁樣。韓國我要想到，假使講我要聲音咧，教育。我教育佢還有幾慎重係一種問題，因為我講我係一種控制狂嘅媽媽啦，我夫妻嘅一生。你咪啲教育有問題。係我啲，我要強迫症啊！故說假使講我要聲音，而係個婚姻生活嘅品質，我堪憂啊！
嗰啲嘛，因為睇這個啲嗬，你下看呢，除了以後嗬，你阿姨妹天作為做嘅 helicopter parents，就是直升機父母，直升機嘅父母，有冇硬寬定機？啱啱成日喊定鏡，喊菜果，喊菜果。其中唔得看到也先，都唔得，嗰種你係喺木匠學咧，木匠，好聲音嚇輕火。就年逆行6公婆就好啦，好啦。唔做係係配上搭半配上研究。冇唔姜本嗌教一下，其他好姜，而家好姜本嗌教。Hello，你喺馬街討論拜託冇嗌你嘛？學嘅阿小鳳知道嘅婚姻之間，我要乜嘅？我要愛，一聽我有聲音咧，我要聲音咧，因為我知道我剛剛講嘅講經濟問題嘛，係要出世就要胎，唔是少啲啊，因為有聲音咧，一定係調和劑，因為多時間哈，聲音咧聽聽咧胎，吼，你做阿妹，不然冇時間去抹肋骨，嘿，你係有，係，見到聽咪喊盡哦，好啦，我先算冇嘅，好，拜拜，唔知咁冇喊，因為叫我吐聲音咧。就冇時間管，係就冇時間想吵，因為深夜啲堂下，啊屋就按太聽聽嘛，唔好大家細細嘅咩嚇。啊以後兩公婆啲嚴格就看到聲音咧，係本來做愛吵嘅，叫做唔愛吵嘅。哦，係就心照不宣呢。那爸爸媽媽流沙讓嫁的妻子都叫我先去房間呢。啊，你咩跳明顯？我係沒有看過嘅生意東採購嘅前幾年在外張看到嘅爸爸媽媽出嘅嚴格，還出嘅百貨公司嘅下波嚴格，動態上哦，跟我是嘅利用上出嘅衝嘅聲音誒，就說你現在是怎樣？你要跟我吵架？跟爸爸就講嘅聲音難聽，那媽媽就說你是要跟我搶監護權嗎？他說小孩是站在我這邊的，就按用誒，他就剛剛嘅聲音勁高誒，我就剛剛嘅聲音喊採購就變成佢哋嚴格嘅你話公器強用。所以半夜咧，嚇我唔知喺半夜未搞快睇人用嘅。係是。我有一擺就唔知乜嘢事情嚴格，叫細半夜就講爸爸，你去到媽媽對不起。我做動火呢。我講你唔先同爸爸講一下家發生乜嘢事情，去到媽媽講對不起。嗰種我知道。教育同學。係教育清學。唔係有啲喺我冇地方家未教嘅。爸爸媽媽說想要什麼香水？有啲還未夠嘅。唔過真嘅啦，講了聲音嗬，都係喺你人生一條火箭咩冇聽錯嘅，最尾半百聽來遲來講一下，你遲到，因為人生當中聽錯有聲音啊嘛。其實我哋大家唱強龍哦有聲音，唔過咧，我感覺有聲音嘅原因係大家冇買強龍，因為大家感覺聲音係調和劑嘛，我感覺聲音嘅反應係冇買關係哦，因為。因為龍沙的感情會好，係因為龍沙之間有一個共識，係按到白頭偕老。係啊，有白頭偕老嘅共識啊，無論係誰啊，也係任何嘅事情，全部係嘅調和劑。兩個人有這個共識，就算你冇誰啊，你咪都得待到白頭偕老。哦，今天真的是國謙大師又來上課，係唔係？觀眾朋友有冇想一下，假使人嘅人生當中，假使你嘅婚姻，假使兩三年兩公婆冇共識，人嘅人生就會行到動艱難；假使兩三年係有共識嘅，就算冇生意，人嘅人生咪過到動幸福、動健康咯。下禮拜你同樣嘅時間，我繼續嚟收看《後生太上宮》，有花開講。